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高雄博爱路巨蛋商圈周边多处路口内侧车道设置左转专用道，直行车与左转车流容易相互干扰，导致车流拥塞。高雄市交通局争取经费，预计今年4月起增设左转附加车道，疏解交通瓶颈。博爱路是北高雄主要干道之一，凹子底、巨蛋商圈等人潮聚集处，交通量庞大。而明诚路、玉成路等路口因左转车流多，经常让直行车与左转车潮打结，造成塞车。民众指出，改建左转附加车道，可改善直行车不受左转车辆干扰情况，让路口更安全顺畅。左转专用道有时候有些地方还是有它的需要。但是如果能够有直行啊，又可以左弯的话，这样子功能会多一些，会比较好一点。可以这样子，我是觉得蛮赞成的。我觉得这样会给居民带来很大的方便啊。我们很赞成。我觉得小的路口，像玉成路比较小，它就是维持现状，因为你假如它那个左转的车子没有地方停啊，那路幅就太小啊。但是你假如说是那个明诚路那边，博爱路、明诚路那够大，其实就可以开放左转弯车子直行，我觉得是这样子啦。高雄市交通局表示，已争取经费，在博爱路1.6公里路段实施改造，预计调整道路分隔岛，在玉成路、明诚路等重点路口设置左转附加车道，可有效减少交通打结及塞车时间。为改善博爱路段人行环境，本府已申请国土署经费，将于博爱路大顺至新庄一路路段设置行人庇护岛、转角栏杆、保护型自行车道等设施，并将调整路行配置，设置附加型左转车道，以提升左转车对行人的视距，并降低直行车对受左转车干扰之情形。相关作业已在规划中，完成后将接续后续施作工程。交通局也预计在改造过程中，比照博爱路、九如路至大顺路段设置保护型自行车道，搭配行人庇护道、转角栏杆等设施，采人本交通理念，提升安全性。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爱河地标建国桥近期被民众发现桥墩外观斑驳，桥上小白鹭雕像也不见踪影。市府表示，桥梁结构安全无虞，将修缮景观设施。只是彩虹水幕因设备老旧，恐怕会走入历史。一整排的小白鹭雕像整齐排列在桥上，但仔细一看，居然有几只已经飞走了。现场只残留下空荡荡的底座。这里是跨越高雄爱河的建国桥，在时任市长谢长廷任内兴建，如今历经岁月洗礼，不仅桥墩外观斑驳掉漆，原本作为地方亮点的彩虹水幕也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无法运作。有点可惜，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我们都在附近下午都在会运动嘛，就是会做，就是停下来这样看整个爱河桥这样。是在谢长廷市长任职的时候做建造的，那种起又真水，有做了一个两侧，一面向南，一面向北的那种，可以像瀑布一样飘下那些瀑布水下来，能有灯光照射，确实是很美。但经过了这几十年，瀑布的那种设备那个马达什么可能都坏掉了。建国桥从民国91年启用至今，陪伴市民超过20年头。虽然市府每2年都会定期检修，确认桥梁主体结构安全，只不过爱河作为高雄最代表性的观光地标，桥上的景观设施损毁，难免会影响到城市门面。市府承诺会修缮破损区域，但彩虹水幕已经老旧不堪使用，可能无法重新再现。但是我们也没有觉得它好像说会影响什么，因为观光局有把爱河的灯光改造，如果市政府有多的经费要来恢复，哇，我们地方的人愈欢喜乐观其成好，然后让我们的往来的民众不只是知道说建国桥在过去高雄的发展历史当中扮演了一个都市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角色，那也能够让大家在观赏爱河水岸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个美轮美奂的建国桥。最近一期为2025年检测，
检测报告显示桥梁检测结果安全，另针对建国桥面道路局部龟裂情形，经初步为铺面材质老化上平整，未影响桥梁主结构安全，后续将派员加强巡修。那令建国桥两侧护栏的白鹭丝造景，因长期使用及外力影响，部分已毁损。公局也后续评估整修，以确保市民与游客的良好体验。爱河作为高雄的母亲河，不只承载着老一辈高雄人的深刻回忆，更是吸引外地游客的重要观光地景。期盼建国桥的景观能够早日修复，重现往日风华，让这条美丽的水岸廊道继续闪耀。记者孙军高雄报道。高雄凤山青年路2段出现奇景，7家手摇饮店联动开设，形成另类手摇一条街。当地位在2大重划区之间，年轻人口增加，加上天气炎热，带动饮料店聚集。加入冰块，倒入茶汤，迅速封膜装杯。中午还没有到，饮料店员双手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天气一转热，民众想买杯凉的消暑，来到这条街就会瞬间陷入选择障碍。仔细一看，1家、2家、3家，竟然高达7间手摇饮店连成一排，刚好可以1个礼拜轮着喝。一天1间。确实很难挑啊，看你要喝哪一种口味的啦。这是凤山的奇迹，开心，每天都可以喝不一样，可以选就是某一家的什么特色的饮料这样。不知道选哪一间啊？对，可能会尝鲜吧，会选比较新的。每天我都要选择，要想到说到底要喝什么饮料，我也很痛苦。对，因为每天哇好多饮料，然后会员来啊，我们就会看啊，每天在看说，今天要喝什么，要喝什么。这几年突然冒出很多那个饮料品牌都进驻在我的里内这一边，连7家。对，那据我所知呢，最近好像还有蛮多业者想要进驻。对，其实都有来找我说帮忙看一下店面啊，他们想要再进驻的样子。然后我就说哇。已经7家了，连7家了，说还要再开哦，等于他们觉得说这个市场还可以再更大。这个聚集的效应啊，应该是对商圈来说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就让消费者有很多品牌可以选择。南部气候炎热，手摇饮市场商机庞大，竞争也格外激烈。高雄凤山青年路2段，因为刚好夹在2大重划区之间，年轻人口大量流入，带动了强劲的消费需求。各家品牌看准商机，一间接着一间开，意外造就手摇一条街的群聚效应。这里因为距离正修科技大学近，那还有长庚医院，那这些护理人员或是正修科技大的学生，我相信在上下班或上下学的路上经过了这里，或是放学回来，他都会经过这里。那买一杯手摇饮，那可能会成为日常。那所以整排手摇饮就慢慢这样的形成，因为它又临近所谓文山特区这个重划区。那同样一条青年路2段上，它的东边是属于旧部落旧的建筑物，那西侧这里呢是整个全新的地坪占的比较大，它面积也占的比较大。要去租这种手摇饮的面积它不需要这么大啊，反而东侧这一带呢都是一些旧的透天或公寓1楼。那这些旧公寓1楼或旧透天，那刚好那个坪数大概地坪大概10几坪。那虽然租金的单价不算低，可是它总价刚好符合手摇饮业者的租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所以变成这里就整条街形成起来。那相对的也是因为手摇饮的应该就是生意算不错，大家才会进驻啦，所以就这样慢慢的形成了饮料一条街。下次经过凤山这条街，不妨放慢脚步，在琳琅满目的招牌中，寻找一杯能够疗愈盛夏的专属滋味，享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甜蜜与清凉。记者张思明高雄报道。国家驻都中心今年推动8大公办都更案，高雄部分为临近美丽岛站的新兴青年高雄分社案，预计4月举办招商说明会。第3季招商完工后，可望带动地方发展。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都市更新计划，更在高雄成立国家驻都中心南部办公室，加速南台湾都市更新进度。而近期也迎来好消息，延宕已久的都市更新案件——新兴青年日报高雄分社案，终于有了新进展。
目前国家驻都中心正积极收敛私地主参与的意愿，并会诊相关开发需求。本案预计在今年第3季正式公告招商，后续具体的新建规划将待招商结果确认后再行公布。案件基地就位于高雄新兴区最热闹的中正3路上，不远处就是高雄捷运美丽岛车站，不管是机能与交通都相对便利。未来开发成为复合式商业大楼，成果值得期待。这个案子临近中正3路美丽岛站，不仅交通便捷，商业活动更是繁荣热络。预计未来打造复合式商业办公大楼，相信可以满足日后当地的商业发展需要，甚至结合高雄车站成为轨道经济的一环，共同推动城市再造。它现在目前状况是闲置。那其实新兴区它就业的人口跟所占的比例，其实在我们高雄市是占得非常高，它成长率也都是一直都有在成长。那我们它目前所划定的区域也是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区域范围，所以我认为说复合型的商业设施，它可以带来更有国际化、更加就是高品质的这个服务业。金融业进驻之外呢，它也会带来就业的人口，那同时也会带动周边住宅跟食衣住行娱乐的需求，还有包括透过这个新的公办都更所规划的交通动线啊、行人动线啊，还有这个更完善的公车接驳的需求的话，我相信也会让它在所在的地利之便，然后透过这个捷运这个设施的这个连结，那可以让我们新兴区可以再次迎来这个人口的回流跟成长，还有整体的服务产业包括薪资水准的提升。目前地点上还留着先前改建成停车场的痕迹。国家驻都中心回应，最快将在今年4月举行招商说明会，第3季启动招商程序，而其他都更案件则依旧处于洽谈协商阶段，完成后将陆续公布。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凤山第2市场对面一家羊肉店开业超过60年，深受在地人喜爱，每天营业长达16小时，顾客几乎络绎不绝。不到中午用餐时间，店里却已经出现排队的人潮。开在凤山第2公有市场对面的羊肉店，传承3代，开业超过1甲子的时间，是许多饕客都推荐的在地老店。即便下雨天，客人也会提前电话订餐，风雨无阻的取餐回家享用。你等来过不用人进来排队啊，哎呀，真的要排队啊。哎呀，晚上也是，晚上到9点多也是人潮很多。我早上摸去北京买哦。去别家买那个烩饭，买一买哦，没讲哦，不是这里的哦。然后我就没往家吃，然后我往家就走过来家买。我第一次来的话就觉得说羊肉那么好吃，所以我今天又特地来吃。那因为凤山这边的美食还蛮多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它的羊肉做得很到地，而且很新鲜，不会很腻啊，而且腥膻味也比较少。2根带肉的大骨放在汤中，肉质软嫩，汤头香醇不过重，再搭配调味适中的沙茶羊肉，可以说是来店必吃的组合。就连一旁的香辣凉拌和3杯排骨也深受老饕欢迎。满满一桌的羊肉盛宴，可以说是味觉与嗅觉的双重享受。那我们店里就是以羊肉为主，然后我们的羊肉嘞都是天天进货的。然后我们的食材都很新鲜，是我们店里有很多，有热炒，也有汤，然后烩饭、面，然后米粉都有。那我们目前最热卖热销的应该是属于我们的3杯排骨跟香芝芝。香芝芝它也是属于排骨的一种，然后它是属于炒孜然，就等于咸酥口味。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尝尝看。一天营业16个小时的在地美食，每到用餐时间便会挤满饕客。从人气中也反映出了大众对于美味的认可。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掀起棒球热潮，台南市文化局在爱国妇人会馆推出韩阿妞棒球故事特展，并同步贩售5款棒球知识模型，让球迷把球场热血带回收藏。
戴上手套把球投出去，拿起球棒奋力一挥。台南城市吉祥物航安喵这回因应世界棒球经典赛，化身为投手、捕手和打者，要替中华队来应援。光是在社群上的动画，就让不少人直呼超可爱，就连实体公仔一开放预购，也都抢着收藏。棒球造型看起来比想象中可爱啊！对啊，比想象中可爱。之前的话是比较猫咪状态的那个姿势嘛，大家都很热衷的一个棒球运动赛事嘛，所以如果扯到棒球的话，其实大家都会蛮有那个共同话题。浓缩棒球运动的动态张力与角色魅力，总共设计出5款造型，当中有滑垒得分的姿势最令人期待。在爱国妇人馆2楼，文化局特别透过场景建构与故事铺陈，让航阿喵穿梭在热血的球场中，现场也准备手拿牌道具，让民众与航阿喵同欢合影。背板的部分，我们时间是8点26，其实就是我们2026年，就是今年。那得分的部分的话，我们是16比24，就是16-24。那安打数是20比24，就是2024。蛮情境式的一个布置，就是让民众来到爱国妇人馆的2楼，然后好像可以进入到一个由航阿喵作为打击棒球选手的一个场域，结合棒球运动与城市 IP 创意，将球场上的拼搏精神融入展场。随着世界棒球经典赛登场，台湾再度掀起棒球热，这股风潮也吹进台南的文化场域。记者周怀谈的报道。基隆仁爱市场美食林立，吸引不少民众与游客造访。不过，室内冷气设备使用超过30年未更新。基隆市府宣布，3月16号起全面淘汰空调系统，2楼美食区将暂时停业2个月。水饺摊位前，老板的手没停过，热腾腾的水饺准备上桌。肥厚新鲜的生鱼片，油亮色泽让人看了食指大动。仁爱市场美食众多，日式料理、中式锅烧面，还有各种人气美食，都让顾客愿意等待。皮蛮 Q 的，然后内馅确实是很扎实。就之前有一直想来，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时间来。现在有时候可能老人家想吃什么就买了回去啊，小孩子要吃什么我们就坐下来吃。这边平常人很多，超多的。不过现在想要吃这些美食，可能要再等一等，因为从16号起，仁爱市场2楼要全面更换空调设备，暂停营业整修2个月。就会觉得好，那就可能真的要记得2个月后再来吃这样子，不然就可能会想说，来了又没有开。因为它这个市场毕竟有点热，夏天的时候蛮热的。如果改善的话会很好啊，环境都会改善啦，对啊，客人用餐起来也比较舒服啊，整个格调格局会不一样，对啊，心情也会不一样。知名的仁爱市场临近基隆庙口，是在地重要的传统市场之一。1楼贩售生鲜蔬果，2楼有各种美食，就连外县市的民众都慕名而来，想要品尝口袋名单。不过2楼冷气设备使用超过30年，效能不足。市政府从16号起进行空调汰换。市府呢编列相关的预算，也向中央争取补助。那预计投入4000万的经费来进行空调设备的全面汰旧换新。那我们施工期间预计在3月16号到5月16号，那2楼的营业空间将全面暂时营业。那我们相信在更新工程之后呢，未来的仁爱市场2楼将会有更好、更舒适的用餐及购物环境。民众期盼2个月之后能够重新开张，再次享受这些人气美食。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2026芦竹炫夜农游季周末开幕点灯，以缤纷大谷乐游芦竹为主题，在芦竹区公所前及大谷山规划16个地景科技灯饰，展期到4月19号，跟着镜头一起先睹为快。3、2、1，请启动。
2026芦竹炫夜农游季周末在大鼓山福山宫前是热闹点灯开幕，以缤纷大鼓乐游芦竹为主题，在芦竹区公所前以及大鼓山规划16个绚烂美丽的主题地景科技艺术灯饰，10月19号前每天晚上6点到10点闪耀点灯，欢迎民众一起来大鼓山拍美照。那我们今年是主要是以那个缤纷大鼓。乐游芦竹为主题。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幕典礼呢，我们有许多的活动都在今天的重头戏来开始。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后呢，一直到4月19号，都会有我们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地景光影艺术来把我们大鼓山呢装点的缤纷绚丽。那我们除了今天有16处的一个这个地景艺术在我们的主要的一个步道之外呢，另外我们在芦竹区公所前面也有一个副展区，来宣导我们大鼓山的一个美景。开幕点灯当天还规划一系列丰富活动，包含健走、开幕以及农事体验、小农市集，还有魅力金曲演唱会，邀请坚强卡斯一起嗨翻大鼓山。芦竹炫夜农游季在展区中规划不少漂亮的灯组，有绝美的艺术廊道，用灯光营造的垂柳，就连大家最爱的夜景观景台都有特别营造绚烂灯饰，不管哪里都好拍。有大手跟小手，还有我们的QQ 马，还有我们的炫夜步道，还有公所一个拍照区，在前面的入口处意象。那你有个人最比较喜欢，建议大家一定要看的是哪一个？来入口处拍照最漂亮，最漂亮。还有我们的福山宫里面的土地公，还有我们的月老，文昌帝君。2026芦竹炫夜农游季跟大鼓山及坑子溪2大休闲农业区合作，在晚会现场整合小农市集，并致力推广农实力。透过绚丽的地景科技灯饰跟丰富的系列活动，打造农游首选就在芦竹的在地品牌形象，邀请民众一起共襄盛举，体验芦竹之美。记者赖伟一团报道。台北玫瑰展即日起在花博新生公园登场，6大展区展出超过5000株，约800个品种玫瑰，包括罕见的绿玫瑰米多利公主。今年园区也打造玫瑰主题公厕，以雕花和罗马柱设计，颠覆民众对公厕的刻板印象。走进花博新生公园的台北玫瑰园，各色玫瑰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欢迎台北最浪漫的花季——台北玫瑰展正式展开。今年共有5000多株，高达800多个品种的玫瑰在6大展区陆续绽放。其中位于五彩玫瑰园区的绿玫瑰米多利公主最引人关注。米多利公主它是一个绿色的玫瑰，那有人会戏称说，它就像一朵高丽菜一样。那我个人认为，它在我们玫瑰里面，我会称它为绿宝石。那它因为其实一般民众对玫瑰的印象可能就是红色啊，或是紫色啊，或是淡粉红色、白色之类的。我自己来看，我会觉得，怎么会有一朵绿色的玫瑰在那边呢？那我也是去询问之后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种，那称之为米多利公主。其他5大展区也各具特色，包括水池造景的秘密花园，齐聚国内外名家心血的育种家花园、花海区及品种区，都值得您停下脚步仔细欣赏。秘密花园区其实它有那个爱心造景的那个喷水池，其实算是很多年轻的情侣啊，或是一些学生他们会来这边参观啊，来拍照。那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拱门，那拱门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攀爬性的那个玫瑰攀附上去，那其实也都是很好的取点的那个景象。那另外五彩玫瑰区，它有红、黄、白、紫，还有复色玫瑰那其实它可以展现出不同颜色玫瑰它的那个绽放的那个美丽。那如果说是比较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像是品种区还有育种家区。育种家区其实它收集了那个英国、日本还有台湾。那英国分别是 David Austin， 那日本是那个
木村卓公啊，台湾是那个徐古义先生，他们这3位专家那育种出来的那个玫瑰，那我们就是种植在我们的那个育种家区，那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可以多加来欣赏。今年最特别的是园区全新打造的玫瑰公厕，外观设计采玫瑰雕花及罗马柱等造型，招牌窗花及内部环境更是充满玫瑰元素的巧思。走进里面还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氛，颠覆一般人对公厕的刻板印象。我们的这个玫瑰公厕在我们的那个新生公园玫瑰园的北侧那我们为了配合我们那个玫瑰园那个古典玫瑰的那种意象，那所以我们把我们原来旧式的公厕，我们不仅把内部做改造，那我们外观也变成一个古典的那个古典欧式的那个建筑，那有采用罗马柱，那仿17，那整个一些线条的那个刻画然后再融入一些那个玫瑰的那个图腾那打造一个那个古典的欧式公厕的建筑，那有一个玫瑰的意象，在里面有放那个扩香瓶那因为公厕其实是比较通风，那我会有一些淡淡的那个玫瑰香味这样。为期1个月的台北玫瑰展，今年也扩大与在地商圈合作，例假日将有多元丰富的幸福市集及特色商品贩售和手作体验。民众在花季期间到周边商圈消费，还有机会参与使用店家优惠。公园处圆山所今年也首度举办绘画甄选比赛，邀请大人小孩亲手画下花园美景，欢迎大家前往感受玫瑰的多重魅力。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2026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登场，今年吸引超过2.5万名跑者参加。市长黄伟哲也到场为选手加油。适逢赛事20周年，主办单位将多款必比登美食纳入赛道补给，展现府城美食魅力。韩籍啦啦队女神南敏珍也到场共襄盛举。3、2、1， let's go！台南市长黄伟哲与多位贵宾一起鸣枪，2026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正式开跑，分成21公里、10公里和5公里，其中还寄出10万元的高额奖金，吸引超过25000名跑者报名参加，创下历史新高。非常盛况空前，但是我们也准备最好的台南的迎宾礼，也就是最棒的5星级必比登米其林的这个加油补给。沿路赛道不仅能欣赏台南美景，还有澎湃的美食补给。必比登推荐名店竹心居永北豆花、阿霞饭店的米糕以及阿文米果鲜煎，美食一字排开。一旁有整只烤乳猪供应，还有龙虾、烤鸡任君挑选。面对诱惑，有人干脆直接准备塑胶袋打包带走。我已经来第4次了。你拿了什么东西啊？我拿了龙虾。还有整只鸡，我一定一路吃不完，会吃太饱跑不动，所以我一定要赶快带着，然后跑到终点再去慢慢享用，要不然我就当赔钱货了。只要大概上盖就有3000碗了，把我们最有名的红曲米糕下面的米糕拿来分享给跑者。那今年非常的丰盛，明年呢，希望大家能够多报名古都嘛，一起到台南来玩来吃。活动举办至今已经20周年，这次的毛巾衣精心设计，推出富含台南特色的嘎基德亚版本，韩国啦啦队女神南明珍也特别以跑者身份来体验，感受友善且具国际水准的路跑盛事。记者收台的报道。富邦悍将啦啦队南韩人气女神南敏珍除了现身台南古都嘛，晚间也到花园夜市逛夜市玩游戏，并与吉祥物叶奇亚及黄伟哲市长一同发放压力爆表小提灯，吸引不少民众抢着合影留念。台南日前举办古都马，眼尖民众发现穿着台湾 LV 嘎基德亚配色毛巾衣的跑者，正是富邦啦啦队南韩人气女神南敏珍。她此次特别以跑者身份参赛，低调现身，仍引发骚动，成为赛道另类焦点。活动现场，她也与莱恩以及台南市经发局吉祥物蔡奇亚、叶奇亚开心合影，为赛事增添不少趣味。花卉。花是什么？看好花卉，好吃看。哇 ，barbecue。
看到一整排的马拉松美食补给，也忍不住惊呼赞叹。晚上南敏珍化身观光客，走访花园夜市，不仅吃美食、体验夜市游戏，还碰上市长黄伟哲发送限量的压力爆表小提灯，也加入发放与行销的行列，收获蔡奇亚与叶奇亚的小玩偶纪念。这个提灯非常非常漂亮，小朋友、大人都很喜欢。那今年台南的这个 IP 代言，这个很厉害，都是本土的，像蔡奇亚、叶奇亚都是我们市场处的同仁这个创造了。我是台南敏珍，台南敏珍，哦，台南敏珍。谢谢你喜欢台南。黄伟哲更当起美食代言人，特别推荐南敏珍自己手中的这杯木瓜牛奶，强调台南夜市不只是美食天堂，也是游客体验城市文化的场域。希望借由韩国女神的高人气，为夜市注入更多买气与观光人潮，也让运动观光与城市行销相互加成。记者周怀堂的报道。为了配合即将举办的万金石马拉松赛事，新北市近日在市府大厅举办2026新北万金石马拉松，用科学成为你的配速员特展，透过数据与互动体验，带领民众认识身体，理解运动科学，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大家跟着老师一起做起暖身动作，透过培养运动习惯，找回生活的节奏。为了配合即将举办的万金石马拉松赛事，新北市近日在市府1楼大厅举办2026新北万金石马拉松，用科学成为你的配速员特展。透过数据与互动体验，带领民众认识身体，理解运动科学，找到最适合的运动节奏。现场设置5大互动体验展区，包括极速飞轮区、壶铃重力区、弹力回弹区、哑铃摆臂区及跳舞律动区，由专业教练带领体验，从肌力、耐力、协调性到节奏感等不同面向强化身体能力，让运动科学不再艰深，而是人人都能轻松理解与实践的生活工具。其实我们透过弹力带它其实本身是有阻力的。那我们在拉动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好的去启动我们在跑步时所需要的肌肉的一个方式。因为当很多人不热身的时候其实会增加我们运动伤害的风险。那弹力带它其实是会有阻力的，它可以更好的让肌肉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意识。我们在准备要马拉松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至少大概12到16周开始准备，因为我们必须要第一个提升我们的心肺耐力，第二个我们要提升我们的脚的肌肉耐力，要能够跑得久，你才有办法去挑战马拉松。那不建议的就是说你报名马拉松当天直接去参赛，因为其实马拉松42.195公里，完赛时间可能短至2个小时，长至可能7个小时，它其实对身体都有一定的负担，所以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已经准备好马拉松，到了比赛当天的现场，一定要做足暖身，再进行到我们的起跑线准备出发。对，我们在跑后不管是训练的时候或是比赛后，我们都会进入所谓的静态的伸展。那伸展的时间大概会落在15到30秒，不同的肌肉群其实都可以有效的去伸展，让我们在跑步的时候的肌肉不会这么的紧绷，也会去更好的恢复在我们日后的一个运动状态。新北市副市长陈纯进表示，许多人运动习惯靠感觉，觉得有流汗就好，累了就停。但其实只要多一点科学数据的帮助，就能让运动事半功倍。新北市希望传达一个简单的理念，让运动科学不是精英选手的专利，每一位愿意动起来的市民都能透过数据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让科学成为民众的配速员，陪伴大家跑得更稳、更久、更健康。这也是万金石马拉松长期推动运动文化的重要精神。我们这次的这个特展也非常非常有意义让我们从小迷迷糊糊跑到现在的人能够透过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检测譬如说体脂的这个检测，还有我们专业教练跟我们分析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身体这个肌肉的这个分布以及怎么样找出一个正确的这个节奏了来当成是我们的配速员这个是蛮专业的这个名词我是负责工程的，所以比较没有用这种配速员的这个，不过是最好的配比的像混凝土最好的配比它就可以用很少的材料能够有最强的这个强度，但是我们不是要跑要一定都要跑的第一名，而是要能够跑得稳。所谓稳其实是好的意思能够跑得久，而且能够跑得健康，
那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啊，现在以及未来啊，都是相当重要。新北市体育局表示，特展希望传达跑得久、跑得好、跑得健康的理念，透过数据理解身体，也透过正确训练降低运动的伤害，鼓励不同年龄与族群跨出运动的第一步。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于展览期间走进市府大厅，亲自体验运动科学的魅力，找到属于自己的运动节奏。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基隆七堵月眉洞步道生态丰富，沿途可见世界最长叶片的海金沙、结蓝色果实的鸡屎树，以及卫视水梨的山桂花等多种植物，成为观察自然生态的秘境。走进七堵有类山区的月眉洞步道，仿佛进入一座天然生态教室。导览员林学义带领民众认识步道上的特殊植物，从可食用到需要小心避开的物种，每一种都有独特故事。这个叫海金沙，全世界最长的叶子，这样叫一片叶子。因为它为什么叫海金沙？因为它的孢子像沙子一样，所以它叫海金沙。这个叶子最长，一片可以到4-5公尺。在以前还没有发明的时候，我们一般老一辈人在洗锅子就用这个来洗，叫顶边蕨。另外，在步道上还有一颗颗蓝色果实特别吸睛，这是鸡屎树的果实，初冬盛产，虽然美丽，但不建议食用。鸡屎树即使在我们近郊非常多，它蓝色的果实非常鲜艳，初冬的时候在郊区常常看到，很漂亮的一种树木，虽然名字不怎么好听。另一种白色圆润的果实就可以吃哦，是台湾山桂花，成熟时由绿转白，味道像极了水梨。台湾山桂花的果实在野外可以拿来食用。步道上也有需要小心的植物，像是陆生珍珠毛，叶缘呈现锯齿状，很容易割伤人。它是三角形的，三角叶片，那割到比刀子割到还痛，因为它硬的地方这个是细，非常硬，你手脚不小心一划过，就被像超级小刀割到一样。在我们野外郊区，路边非常多，所以遇到像这种草，大家可以尽量闪远一点。走的道路，山羌它是走明路不走暗路。你看它光光滑滑的有没有？是。那边比较杂，它绝对不会走。这一条路我观察，至少山羌从这边经过最少5年以上的。这边的山羌的数量有一定的家族在。最具挑战性的是全身布满尖刺的黄藤，被山友戏称狼牙棒。虽然黄藤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但它在野外拥有极大的实用价值。月眉洞步道的丰富生态，让每一次探访都是一场自然课程。从世界最长的叶子到狼牙棒黄藤，山林处处是惊奇，也处处是学问。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环保永续观念兴起，资源再利用也走进医疗领域。台南市立医院牙科部在治疗中实践牙齿再利用，医师更自学木工复刻医生椅，让牙齿与木作延续第二生命。台南市立医院牙科部总监李永康表示，虽然目前牙科尚未突破牙齿一体移植，不过在自体牙齿移植却相当成熟，临床上应用于将患者智齿移植到因为严重蛀牙需要拔除第一大臼齿位置，尽量保留原有牙齿结构。我们那个牙齿已经蛀得非常的严重我看大部分的牙齿都可能会被拔掉的情况底下，我们尽量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用一些比较保守的方法把牙齿尽量给它保留下来。那这样子可以延长这个牙齿的寿命，而且还可以帮患者节省很多医疗的费用的支出而且那个我个人本着一个概念就是妈妈给的牙齿是最好的，自己的牙齿是最好的绝对会比牙医师做的假牙来得好所以我们尽量会帮民众把患者把牙齿给他保留下来让大家继续跟那个牙齿继续相处下去。李永康医师将资源再生精神不只落实于医疗工作，而且延伸到生活兴趣，因为从小就对父亲木工工作有兴趣，
因此工作之余自己花钱到鲁班学堂拜师学艺，运用回收的块木与不要匾额，手做一把复刻医生椅，就连木工师傅都称赞医师手工细致。那这张是原装的，那他做的时候呢，医生椅主要就是它可以转动。那这个是我在网络那边买到一个旧的这个构件，椅子的构件，然后我就拜托老师帮我去设计啊，那个成功复刻了一张医生椅。那这个医生椅的这个版面是有2个匾额以前快木的匾额回收而成的。李医师这样做起来，他算是蛮认真的啦，因为他其实有一些细节真的可以让我们看到牙医师对于一些精细的一些细部的雕琢或者是包含在榫卯部分，它其实雕刻画算是细，而且可以看到它一些我们讲的一些木做的榫卯的地方它其实在修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医生他自己的话，他的手也是蛮精巧的，所以说在雕琢榫卯部分的话，还可以做到蛮细工的。俗话说拜师学艺至少3年半，李永康医师在60余岁后开始学木工，到目前至少学习3期以上，每期结束都有手作木工作品，从简单小板凳、医生椅到小型橱柜等，每一件都是医师手作具有温度木工作品，并陈列于牙科诊间，让更多人感受到资源再利用，延续牙齿与木工制作的第2生命。记者林莹跟台南采访报道。在少子化与高龄化并行的当下，如何让科技不再只是年轻人专利，而是成为不同世代的交流桥梁呢？新北市永和区民权社区发展协会近日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无人机冬令营，将近年风行的无人机足球带入社区，邀请长者与年轻人们一同参与，一起来看看。新北市永和区民权社区发展协会近日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无人机冬令营。执行长邱秀兰表示，社区长期推动智慧共生与轻盈共学模式，希望透过创新活动，让长者走出家门，也让年轻人看见长辈的活力与潜力。这次特别选择被视为科技运动的无人机足球作为媒介，就是希望打破无人机只是年轻人玩的刻板印象。我们办了一场的冬令营，让这些我们的社区里面的小朋友跟我们的长辈一起互动。那我们也希望是借这个无人机足球，让整个社区里面的老幼共荣共学。那年轻人呢，这些小孩子透过长辈的教学，他也看到那长辈很厉害自己还会无人机，然后来教学。那在这里面的共荣跟互动能在社区里面大家形成的一个我们平时生活的生活圈里面的就是很自然的大家互助合作的那个概念。执行长邱善指出，无人机足球结合科技操作与团队合作，不仅考验脑力与手眼协调，更需要临场反应与空间判断。长者透过学习操控飞行器，刺激脑部连结，训练手指灵活度，有助于延缓失能与失智；而青少年则在陪伴与组队的过程中，学习耐心与沟通。让科技成为情感连结的工具，而非冷冰冰的机器。活动现场不止永和在地居民热情参与，中和区嘉和里里长陈德福也特地带领12位里民前来体验。陈德福表示，大家玩起来仿佛回到童年，它不只是个游戏，还可以训练脑力与手指灵活度。透过这样的活动，长者在心智反应、手部操作与空间感知上都能获得提升，是一项兼具趣味与教育意义的社区创新运动。来学呢，它可以训练我们的智力，然后训练我们的双手的灵活度，以及呢，怎么样去临机应变，这个球左右上下它跑来跑去，你要怎么样去控制？所以呢，每一个人这样子玩，可以在心智上，在手灵活上，在脑力上都会进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教练也观察到不同世代在学习上的差异，表示无人机操作仰赖左右手与大脑反应的协调。小朋友因为好奇心强、反应快，学习速度相当惊人。相较之下，长者虽然步调较慢，但专注聆听指导，一步步摸索，稳扎稳打，也逐渐掌握诀窍。无人机它靠的就是左右手跟大脑的连接的反应能力，
所以当然呢，以小朋友跟大人来比的话，小朋友他们的反应能力会比我们更好。所以今天教小朋友，我感觉其实比教大人轻松很多，因为他们其实呢反应非常的快，甚至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朋友，他甚至我们说要看尾灯啊，来控制前后左右，他甚至可以不用看尾灯，他就可以控制，所以非常棒。所以年纪还是最大的障碍。我的方式就是，我先告诉你的尾灯在哪个方位，你自己有个目标，我可以省掉几秒钟，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因为电池是有限的，好。然后左手右手，我会用左手前，对不对？就是上升，左手下降，右转就是要回，就是尾灯，右手呢上下，前后左右，所以我就喜欢说左右，还是右前右后，这样子他们就比较不会这么复杂化。参与冬令营的学生也收获满满。有学员表示，寒假如果只是在家滑手机，不如来学习无人机足球，既能动脑又能动手，感觉自己变得更聪明，头脑更灵活。另外一名学生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无人机足球，成为寒假第一堂学习课程，既新鲜又充满成就感。因为我觉得在寒假的时候在家玩手机，不如来这边训练头脑玩无人机。我在这边最大的收获是，我感觉我变得更聪明了，而且我觉得我的脑袋变得更灵活了。我从来没有学过无人机足球，参加这个冬令营我觉得很开心，这是我寒假第一个学习。我觉得这个无人机足球令我最有收获的是，就是可以自己驾驶无人机足球去闯关，或是穿越各个障碍物，然后也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飞行的方法。邱爽强调，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真正重要的不只是设备本身，而是如何让不同世代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共同学习、彼此理解。当阿公阿嬷与笑莲娜同场操控飞行器，讨论尾灯方向与飞行角度时，距离自然缩短，笑声也在场地里此起彼落。在这股无人机旋风中，民权社区不只举办一场冬令营，而是为社区注入崭新的运动能量与学习模式，也培养永和区青少年成为无人机运动的新生力军，为台湾混龄组无人机足球注入新血。少年的阿公阿嬷下尾球冬令营，欢迎你！赞！记者肖志宏新北仓报道。公馆商圈东南亚戏院旧址转型再出发。创立于1966年的东南亚戏院，曾是2轮戏院龙头。2025年熄灯后重新活化，蜕变为结合展演、科技与互动体验的新形态文化空间。开幕活动由 VR 剧院带来沉浸式声优演出，运用 8K VR 技术打造零距离、临场感。影厅还能瞬间变身为大型卡拉 OK 舞台，让观众1秒成为主角。重新出发的场域主打多功能运用，影厅不再只播放电影，而是能举办音乐演出、脱口秀、粉丝见面会与品牌发表会等多元的展演空间。Classroom 呢，前身是东南亚戏院，那他在1966年的时候就驻守在这边。那他在2025年短暂歇业之后呢，在今年2026年的2月，透过汉草文创重新打开这扇大门。那我们希望做到空间再造这个概念，就是在现在串流媒体的冲击之下，大家可能不太进电影院了。那我们这个空间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多元化的一个呈现？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邀请脱口秀，邀请 YouTuber， 然后甚至做到媒体的试片的试映，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办精品的发表等等。音乐示范展演则邀请守夜人乐团登台，展现影厅作为音乐实验场域的潜力。无论是艺人搭配影像演出，或是小型编制现场演奏，都能找到最适合的方式，让创作者有更多的发挥空间。我觉得这个 classroom 可以体验的感觉非常好，因为它声音的构造有一个自己的
木头啊，或是一些声音结构的好听，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场馆的人，你来做减配的乐器，比如说像我刚才2-3个乐器，或是想要多接一点，然后让这个声音有 stereo 环绕的感觉，都很适合。所以推荐大家不一定是一个乐团来，搞不好你一个人就是放着 VJ 的影片，或带一点点 program， 它有很多形式，1+2、2+3、3+5，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打造你想要的形态，所以欢迎多多了解，多使用。这个空间除了做影视放映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邀请音乐圈的朋友一起来使用这个空间，然后让这个地方呢，就是前面的那个前身舞台可以做到 unplug 的演出。那这边刚刚守夜人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播映影像的投影，然后结合声音，打造这里作为一个可以做 unplug 的演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形式。1楼电影那张照片里的我们，道具场景同步展出，搭配福利社临时设计，让空间充满复古又活泼的校园氛围。曾经是无数人青春回忆的公馆东南亚戏院，历经一甲子岁月，从传统戏院到跨域展演场域，这次的转型不只是空间再利用，也是回应观影与娱乐形态的改变。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202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征件起跑，5月8号截至，总奖金高达150万，邀请金曲才女古木把少担任推广大使，并邀请金牌制作人王志平担任评审团总召。欢迎热爱音乐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3、2、1，行啦！202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征件开跑，从即日起到5月8号开放报名，不限曲风、人数及国籍，鼓励多元风格创作。宣传记者会中也邀请去年的校园组玫瑰评审奖得主科语表演，为活动揭开序幕。桃园铁玫瑰为台湾深具指标性的音乐品牌，自2012年创办至今，已经迈入第14届，长期致力于发掘原创音乐人才，并打造创作舞台。今年赛事总奖金更是高达新台币150万。铁玫瑰热音赏是一个不分国籍、不分曲风。那么希望各种创作的团队呢都能够踊跃来报名。那么10年来，我们也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优秀的这个乐团。所以呢，我们在今年还特别设了铁玫瑰热音赏的推广大使古木把萨也是前2年我们热音赏培养出来非常优秀的歌手。那么去年呢得到这个金曲奖原住民的最佳歌手。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希望透过大使的推广，让更多人看见，也激励鼓励更多热爱音乐的伙伴能够来参加我们桃园铁玫瑰热音赏。今年特别邀请铁玫瑰热音赏的前辈，也是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的古木把少担任推广大使。身为前辈，他也给予参赛者建议，并鼓励大家勇敢追梦，不怕晚。也像刚刚王志平老师就是有聊到的，就是其实每一个演出、每一个比赛都是一个让自己可以去得到很多，也许是未来做专辑的机会、出道的机会，或者是你的音乐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我觉得有什么想法，就是透过音乐说出来。就是其实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讲，它是没有限制，它是无拘无束的，所以大家就是勇敢做。在音乐上勇敢做自己，当然就像刚刚志平老师有聊到的，还是要做好就是完全的准备，包括你的音乐制作，包括你的词曲。我觉得其实你越 real 越真实，就越能感动评审或是感动很多听众的心。桃园铁玫瑰热音赏不只是提供追梦者展现的舞台，也持续推动铁玫瑰明日之星培训计划，为决赛入围者提供1对1专业导师培育资源，成为孕育新时代音乐创作人的重要摇篮。除了是竞赛之外，我想最重要是在于我们有很完整的一个辅导培训的过程。那么有很多的这些专家老师1对1的对大家的辅导，同时呢，在进入决选之后，优胜的团队我们还给予非常专业的服务。
服务，那么媒合他们跟这个唱片公司之间可能的合作，以及呢在大大小小的各种音乐节的舞台上面，能够让大家有机会来演出。那我们桃园市政府也除了我们文化局的铁玫瑰音乐节之外，我们也很多的场馆活动，以及呢像我们的客家局、原民局，甚至我们的这个观旅局的这个我们珍珠海岸的音乐节，我们都打造各式各样的音乐表演的舞台，希望能够让这些优秀的团队有更多表现的机会。202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总奖金高达150万，今年赛事也特别强化培育机制，校园组将跟1500声亮音创学院合作推出同时课程，系列音乐沙龙活动也将在6月陆续推出，欢迎热爱音乐的朋友踊跃报名。记者陆一屯报道。为守护山海镇国家绿道，罕见的贝克氏盐草栖地，台江公司部门携手民间，邀请昆山科大师生利用废弃保特瓶，将小学生创作的生态诗设计成诗墙，并将它设置在绿道起点，邀请民众共同守护栖地。延续2025年暑假台江流域专题研究人文营，由和顺国中、长安、海淀、安庆、长平国小等5校同学所发表的贝克氏盐草栖地空间专题之后，社大台江分校和安南区公所为了进一步守护国际易危的海草生态，邀请昆山科大空社系师生将小学生所创作的生态诗句呈现在回收的保特瓶，并融入山海郡起点的渔温桶耕寮中，也成为地方特色的文化意象和社区营造的微型公共艺术。是这个贝克氏盐草的诗墙，我们就是主要以这个框架，就是把它代表海底的生态这样子。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方向看过去，它就是有天空的那个蓝色为背景，所以它这个框架就会很像在海底。也选用保特瓶这种材质的用意，是因为它本身小朋友写的这些诗都是跟生态有关的，然后我们觉得可以利用环保这个概念来制作这个作品。在山海郡国家绿道起点的市草湖盐水溪排水线，虽然地处偏僻，不过景色相当优美。在台江公司协力之下，邀请在地乡亲和全国旅人来此一游，并共同加入守护贝克氏盐草的行动。我们每天黄昏的时候，其实非常多的乡亲市民都会来这个地方看夕阳、散步、运动，所以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公共艺术来认识贝克氏盐草。那国家公园这边也非常感谢国家公园，因为这里面提议还是希望做一个解说版，所以国家公园那边有特别把整个解说版更新，也做了一个贝克氏盐草的一个介绍。这可能是我们本岛内湖做这个贝克氏盐草的解说版的第一回。除了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贝克氏盐草它的生态保护的意义以外，那当然也让大家能够更为看见台江生态丰富。那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江来体验来共同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不管白天或是夕阳余晖，在桶耕寮的生态诗墙呈现一种奇特的光影效果。透过装置艺术，更要让守护贝克氏盐草的声音能够被保存，并传达给更多人。记者顾恩吉台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许曼珍，我们再会。